规模虽然有不及以往，但也造就了艺术地区佛教、建筑、文化的特色。捷克斯是青海省世界文化保护单位。寺院中主体建筑有大经堂、佛学院、闭关中心、僧舍和佛塔等等。寺院中藏有上百年历史的佛像、唐卡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，以及佛教典藏、甘珠尔和丁珠尔等在内的上万部佛经。捷克寺另一个主因建筑就是寺院东面的有著名高僧第一世迦纳活佛，在其晚年修建的